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几个来复习吧。好好，嘛，搁录偌久啊？4个月吧。好，哦，足久啊！嘿，20集吧。先来复习台语好啊。因为咱之前拢在讲迄个发音嘛。发音问题较少啊。你若台语拄开始学尔，你会使等于听更较早一集的复习。伊讲这个发音诶，上尾你要知影三元对立甲字变调。嘿。三元对立，无说个读一摆好啊，就是英文有Peter 的 P 甲 boy 的 B，台语加一个音，就是无较重的一个，若用迄个用例来读就是百100嘛，拍电影这是拍，一个是食肉，是肉，嘿，无台语别个嘛有，像迄个个嘛有嘛，个的，譬如讲公公，甲空空是无共款的，还个一个上困难的，数字的1、2、7，七，甲2甲7，这我是只差音呐，就是7甲7，7有上开音嘛，上开音，所以有3个嘛无共款，非常困难的是迄个入声的时的音啦，但是你等于听迄就咖哩，另外就是讲台语有8音嘛，衫底裤胯人水偏滴，就8个声。那一个词做伙的时阵，就是爱变调。对。譬如讲，拄仔咱读衫底裤胯，一个字读是安尼，但是你若读底裤，就变调。你袂使读底裤。裤头，嘿，裤，就是三声，裤头就变第二声。嘿，头前迄个字就是爱变调。若三个字的时阵是头前2个字都爱变调。对。等，胖，嘿，哦，嘿，你等于听进前迄集，迄集较侪咧讲这，因为咱自己要有进步才会使。另外就是爱提醒，就是讲，咱因为大部分拢会晓讲华语啊，所以就这音嘛，会去有华语影响去。嘿，譬如讲合嘴的音，台语甲有华语无？个偏的音，偏声，有人写台语有人写台语无？所以咱先来读一寡词，所以去找迄个教育部的迄个词典，伊有90个正面的人格。不记啦，但是我经90个无输读无输是安怎读拢正确的，但是我知影安怎读的会读歪去。来，请爱心，这心有合嘴，爱心，疼心，美德，这德是迄个入声，所以是德，不是美德。名望、名誉、名声、贤惠、人慈。这人慈的迄个人啊，就是拄仔讲1、2、7、7、2、7迄个字，所以是字的音哦，不是人哦，不是 L 的音哦，是人慈哦。人义，等下义要讲者，义是有 G 在头前，所以有一个个的音，不是义，不是人义，是人义。无说个读一个。人义，好标准的好。仁爱，优点。优点有合嘴，是优点，不是优点。人格高贵，良知雅良。雅良在头前这无啥好读，伊是鼻音对不对？鼻音雅良，嘿，无说个读一摆啦。雅良，诚实，诚实，这诚实甲诚实差别在迄个实是入声，所以较短诚实是无入声的较长，无说个读一摆啦。诚实，诚实，嘿，所以就不共款。好，继续。道德。道义、清白、清廉嘛是有合嘴。清廉、务实、严谨。严谨这严嘛是有合嘴，严谨。好量、活泼、勇敢。勇敢嘛是有合嘴，勇敢。幼稚这怎么讲过咧？幼稚就是你要放个，无要放怎样名？你写幼稚，对，基本这样。有志者事竟成的有志，
热情、热心。这热拢有字的音，就是节的音哦。对，所以中部一寡人迄字的音拢读对 L 去，字八读对二八，拢读对 L 的音去。健康是要有字，爱字的音，就是迄个华语的字的音吼，不卷舌，就是台语的字的音啦。咱无更记音啦。讲到这啊，有迄个听众朋友老话伊就讲，伊同学边嘛无读这啊。读袂出来，嘛毋知因当时放弃的，但是咱一开始背的时都有即个字的，对，巴克勒迄时都有，对，所以我现在都有啊，所以咱呢一定要甲读出来。我即摆已经袂去读日本了，我读日本。继续来可靠，老实、理性、胆量嘛是胆有看嘴，理智。耐心，这理智我讲一个，我以前拢会读理智。安尼啊，其实智慧是理智，对啊。耐心，心个一块就是要耐性，慎重、纯情、坦白、忠厚、忠诚、忠德、独立。独立这样谈唔对，因为立声特别调，特别声，就是口甲底，而且甲合嘴，所以毋是独立，独立嘛毋是，就是独立，对，正经、自善、自律、自主、温柔嘛是迄个字嘛，拄啊自律啊还是自律，法律的律，迄个音，但是律有立声。所以是较底自律，对，毋是自律。继续。温顺、文雅、严肃、和气、认真、气质、坚强、努力。因为华语是努力吧，有迄个鼻音，台语无，台语是 LO， 就是努力，努力。魄力、体贴、大胆、逻辑啊，逻辑，辑嘛是 CHIP， 合嘴音啊，逻辑毋是逻辑，是逻辑，素养、智慧、知识，好，所以即嘛安尼90个，我家己读，我就知影足侪我以前拢读毋着，所以有当时啊，嘛是会晓写啊去。还可以看迄个字典来使，所以这90个拢是真好的迄个正面的人格吧。然后有耐心嘛，啥希腊有讲有4款美德，是较要紧的。你若有这4款美德，你会得到快乐。按这4个美德，谨慎、节制，吃饱饭了无啥节制，勇敢、公义。所以这4个就是较特殊的美德啦，咱之前捌讲过。好啊，继续来咱个介绍一寡书啊。这咱想摆讲是啥物书？无书读差不多10个，听众朋友来想看下这10个字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影响、运动、卫生、现象、偶然、原因、改革。机会、科学、教育。啊，无说你安，我若无写，你个一开始你敢知影这10个字有啥物特殊的所在？我无啥知，但是拢较现代啊。嘿，这10个字拢是日本人写。是，这是人讲的和字汉语。迄个有卫生啦，吼啊，运动啦，这改革啦，吼，这拢对啊。这故事小可讲解好，就是讲汉字啊，其实足侪文化拢用着。日本捌用，韩国捌用啊，越南嘛之前捌咧用。对，啊汉语这种读的方法，啊有一段时间呢，汉语就差不多往中国出来，对，嘛毋是讲即卖中国是啥物？唐朝啊，有迄进前就开始有啊，啊到现代时阵，日本人强起来嘛，啊有一段时间伊嘛想讲，到底是要保留汉字。还是要用别个字安尼，感觉就是想要扶着欲己家的人，因为感觉讲安尼咱袂使
全部拢甲迄个欧美人共款，但是这现代我就这里，以前拢无诶，咱来甲创造出来。所以你看这较现代观念嘛，汉语写了好诶啊，拢是日本人创造出来。我是看香港有整理啊的两边诶字典啊啥整理了有超1000外个字，拢是这款字。我才经过10个。你有发现讲你若无这个字啊，你差不多无法度。无法度，咱即摆生活会去掉。对，你无落进入迄个现代社会安尼。对，无法度进入现代社会。这个日本来就是日本人去甲欧美即个什么科学的物件翻译做迄个礼仪的时阵啊，甲藏入去的，用汉语写。迄时阵什么白话字运动的时阵，大家这个字直接摕来用。但是有诶写就好诶啊。譬如讲，咱就定讲经济，经济，铁壳嘛是啊，铁壳迄两字嘛就对日本人开始诶啊。经济伊是日本人去看周朝迄种有一本古册内底有讲经世济民，甲经济甲你摕出来。无伊若现代的讲 economy，伊嘛是在讲啊，什么真水诶汉字甲导出来。所以咱即嘛用来做习惯诶。再做要读40字啊，拢是日本人做诶。都系讲甲迄个教育，交通、眼光，目睭这眼啊，嘛是个诶音哦，毋是眼光是眼光。气象、公平、会议，对，你要开会，迄会议嘛是写诶，真厉害。感觉。这一人谈对，这录音的等我拢会整嘛，我差不多到差不多30集以前拢谈对，因为是感觉，是感有合喙，是感觉，是感觉，对，我说个读一摆好，感觉，健康，共和就是共和国嘅共和，嘿，经验嘛就歹读嘅，验是个音啊个合喙。无数个读啊，经验、经济、时间嘛是因写诶，真厉害。社会、政府、思想、杂志，杂志嘛就歹读，杂是合喙，杂志。责任，你就歹读诶，任，甲忍耐个无共款，忍耐是无合喙诶。责任的任是有合嘴，受音呢，任，所以责任，自由嘛是日本人，日本人写出来，咱毋知要怎写自由啊。重要，宗教、政治、进步、信用、积极，这就歹读，积极、积极，商业这业啊，这个个读一摆，因为是个啊个破商业，有爱合嘴，商业市场选择交代地位统计反省把握文化报偿法律物件，全部拢日本话，品质。迷信、美术、民主、流行，我个一个字一定要读唔对去。有迄个听众朋友提醒我，就是确实、确实，是确实，毋是确实。我毋知安怎会读确实，毋知是叫礼仪影响啊，影响还是安怎？反正是确实，的确是确音。拄啊讲迄个全盘西化了，用反省一下，安怎写出真济真水的迄个。日治汉语，但是慢慢啊，有一派人讲，安就麻烦嘞，因为这日本人不来路嘛，看无汉字嘛，伊变讲伊爱先去背讲这里安怎写，个伊个意思，所以不然伊就这些外来语啊，就直接用英文去甲拼音甲拼出来，当然就讲片假名的对。这个时代拄好嘛是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时代，即嘛台语这个字写袂出来，是因为安尼。因为遐个字拢是用日本的片假名写，无需先读5个字好啊，头前遮。奥多拜，对，咱讲奥多拜是奥多拜，汉字因为尾啊嘛
嘛我袂接啊，欧多巴买还是安怎我袂接啊？无就是写摩托车，所以有当时摩托车无得表达音迄个音啊。机车更会使用啦，但是台湾一直拢是读奥多拜，这是日本时代的有诶物件。过来。过来之前我袂晓读咧，拖拉库啊，拖拉库，拖拉库 ，OK， 就是较现代物件啦，拖拉库，拖拉库，这是语义嘛，咱就讲卡车嘛，是吧？对，screw 是啥？迄个罗赖把，screw 是罗赖把，罗赖把，英语是写 screwdriver，日本人的他读 driver， 德赖把。所以台语就讲 OK， 罗赖把，咱个摆去啊，罗赖把是安尼来。你讲罗赖把台语变怎写嘛？我都写。过来是 breaker 这是啥 ？breaker 这可能跟我工课有关系。迄个变压器有这个 breaker。这我这个。你主人呢讲迄个插电插伤济我跳掉啊。你个讲breaker 跳起来，你个。breaker， breaker， 俚语是为英文的 breaker 来，所以俚语读 breaker， 台语嘛读 breaker，另外一个魔术应该怎样？秀导，秀导就是 short 来啊，对，你讲台语变写，你就有人开始写秀导嘛，秀导，还有我袂做啊，我导啊，因为迄阵的台湾人拢要写俚语，所以这部分的写片假名的啊，对，看那些，咱这样说不要写，购有韩德路。的汽车有关的迄个方向盘，你用台语讲方向盘，怪，个种我嘛是爱讲韩德路呢，我也是拢讲韩德路啊，但是你用台语我就写啊，就麻烦的。过来engine，引擎 engine， 这可能再用华语写跟那个读得出来，对啊，这是过来这是慢把是吧？慢把是英文的 bumper， 就是迄个保险杆慢把去，这嘛是。英文变日语个变日语个这个照过来，继续这绝对是秘鲁啊，秘鲁啊，所以有当时咱就来写啤酒，但是你用台语读是读秘鲁，就是日本话的英文，那个垃圾哦，收音机啦，收音机，好了个即嘛这较无人在用啊，但是台语一直都是读垃圾哦。melody 在咱那写故事嘛要写过，就是旋律啦。对。为什么我想问旋律台语我要不要写嘞？尾仔咱知影讲，就是用 melody。过来这是 lighter， 这啥？是赖达，赖达。赖达。打火机。所以今晚应该嘛有人讲拍火机。拍火机像这个词主要像当起啊。赖达，你用台语就写袂出来。过来。实力控。实力控你讲。因为做工人嘛是拢讲实力控啊，实力控嘛是同款啦，是英文嘛是俚语啦。个一个是台语，即马个在用诶胖。胖 ，OK。讲有人讲米包，假胖。胖其实是葡萄牙人传去日本。所以你若是法文啊、葡萄牙文拢是讲胖。台语嘛是讲胖。对，咱们即马是拢爱发现后数就是迄个水管嘛，水管嘛，是水管对啊。台语即个数诶啦，就是讲，甲华语已经分开啊嘛，甲中国语慢慢讲分开啊，因为经过日本啊，就算讲你即马有诶，你感觉是华语，可能嘛是日本人做诶啊。对了，所以你个参进步迄个字都拢日本人做出来啊。对啊，所以咱即马台语就可能爱大家加讲啊，加做字出来。所以无数翻译迄个圣经诶时阵，嘛爱做这字啊吧。对了，有诶无多了，一定爱做一寡词出来了。对啊，用迄咱后盖就会使参考啦。嘛是要大家愿意去写啦，愿意读啦。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有一讲故事诶，讲着迄个贿赂。无数讲应该读欧西嘛。欧西嘛是日本话。欧西么对？欧西部。对，就是汉语是写税目啦。就是讲日本人伫送互士大人一个物件啦。年尾诶时阵会送礼物，有当时红包，有当时是迄个礼物啦。台语说甲摕来做贿赂啦，但是即马这两个写乌西，乌西，这就是语言安尼变化过来。对了，你若不要讲台语，还是讲你是中国迄边讲迄个闽南语诶，你看来乌西应该毋知啥物意思。我嘛毋知，是我初级年代诶人较知，但是慢慢然后人去用，这字我感觉嘛真趣味啦。好这是数诶部分啊，咱接下来讲迄个
文法、文法。你也感觉应该甲华语足像诶，但是这个物件就是台语，就是无共款。譬如讲台语，第一个就是受词，会压去头前。我食饭饱，较袂讲我食饱饭啊。另外，台语定定讲一项代志做了诶时阵啊，伊个受词嘛会放头前。譬如讲话讲煞，话迄个头前。嘿啊，册读了，钱用完啊，物件穿好啊。较袂讲穿好物件用了钱啊，较袂安尼讲，我是讲钱用完啊。你若是华语就较无要紧，华语是两边拢会使，但是台语是差不多一定爱刷头前。对。比如讲话讲完了，那你嘛会使讲完话了，你听起来嘛袂怪怪，但是台语就无法度，一定爱话讲煞。另外一个是台语无像华语讲问人的时阵爱加什么妈啊这款的。台语是内底有加一寡什么甘，还是上尾是无啊、袂安尼这种这讲例大家较听有。好，来食饱未？袂讲你食饱吗？袂安尼，是讲食饱袂。你敢有钱？袂讲你有钱吗？毋是安尼，你有钱吗？毋是，但是讲你敢有钱，是用甘这个字。有要去礼拜无？这是上尾一个无。你若听人讲有咧去礼拜吗？迄个是用华语。你想诶啦，爱讲有要去礼拜无？个一个是上特殊的所在啊。本身就讲啊，我感觉真合理，就是台语迄个敌我意识就明显嘞。台语是真接受语言内底啊，我们有两个，对，而且伊是分开的哦，伊袂使揽做伙哦，咱甲阮，这两个拢是我们。华语就无分啊，英文嘛无分。我甲你讲的是，我讲咱是代表讲咱两个包括我再来。我若讲阮，就是不包括我再来。对，比如讲，咱若对上帝爱讲，请上帝帮助阮。你别使讲上帝帮助咱，你怪怪，因为上帝甲咱是分开的。比如讲你若较独派，你看到中国人来讲，这是阮台湾，甲伊无关系啦，甲伊无关系这阮兜，就代表讲这毋是恁兜。咱来讲台语是邀请你来讲台语，对，所以阮甲咱分足开的，这些听的人有合作会啊，有这是无，对，这真要紧。我发现读华语的甲读英语啊，这奇怪分拢袂清啊。但是你若翻译圣经是要安怎？因为别个语言无呢，你得爱家己想讲，爱去看顶个文的意思。想讲是阮还是咱安尼？对啊，注意着顶个文。对，迄来还真清楚。对啊，你若在教会讲咱来吟诗，这是邀请大家，包括大家做伙呢。你讲阮的来吟诗，也感怪怪。个头前伊卖唱安尼。阮吟互你听，安尼会使啦。对，但是我发现做这人不会做，因为我最近要知影。因为我学生的这语言无这个分别。所以我就想，我今年一定有上面所在讲毋对。接出来是讲华语有一个什么看着电视啊，有一个连续动作，那英文的什么 BING 啊呢？台语的做是对，不是迄个意思。我叫鼓励华语讲，他看着火山，是代表讲伊即嘛在看迄个火山，继续在看。台语讲伊看着火山，伊已经有看到啊。伊讲这阵个来还有看到啊。伊是代表一个完成的动作。另外嘛有应该意思，譬如咱有唱过一条歌，就是着纪念我嘛，着不时欢喜，着常常记得，这是保罗讲的。对。所以台语无这个连续动作的这个讲法，这个甲华语完全无共款。另外就是我到即嘛还是定定讲毋对的，我说安怎就袂讲毋对安尼，就是台语有加甲。一个是，譬如讲，我甲你讲，用汉字写是给还是共？共同的共。即嘛，迄个教部爱用迄共迄字啊。就是讲，伊甲我讲什么代志？那是加。伊甲厝内拢变好势啊。那种华语下来可能是他把房子都那个都整理好了，那个是把。但是呢，咱的汉啊。就是有做伙艺术迄个啊，汉语是写集，还是一个人在一个和，这是夹，这是合嘴音，对，比如讲你夹我，对，
无书读这个，咱甲上帝同工，你甲我，伊甲我要去日本。你和我，或者我们和上帝同工，这是甲，不是咱甲上帝同工，那就奇怪，好像是我们把上帝做了什么事啊？但是我跟你讲，超过90%人做不出来。我知，你知影？你听刚才读唔到，你也就感觉就艰苦哦。听久慢慢啦，讲正确好听，慢慢好改变啦，找合作会啦，KAP 啦。对啊，所以这虽然无特别的字这样。对啊，你若要写的，绝对袂错唔对去。所以我就慢慢咧训练家己这样代志，就是要共款对。另外上尾一个今仔日一个文法时间，上尾一项。华语啊，有迄个副词的时阵啊，拢用一个地板的地，咱是读倒啦。比如他慢慢的走，台语无迄个地，有上这是用啦比如讲伊豆豆行，他慢慢的走，用伊豆豆行，你嘛是讲伊豆豆行就好啊。他小声的说。台语是讲以细声讲，细声讲，伊无迄个倒啦。华语是嘛无嘛会使，但是大部分会写去，但台语的毋通写较好，以细声讲安尼就好。这就是文化时间，无是有啥会补充的无？其实台语足趣味哦。上尾一寡时间啊，咱来讲之前讲过这代志好啊。咱这段1月10号开始的，就是24集。到咱顶一集是40，咱来比是41啦。真紧讲内底讲啥好啦。咱24集是创世纪，创世纪应该大家拢知影是啥物创世纪吧？但是咱主要是讲有4个故事较要紧的啦。就是啥物亚当甲夏娃的，个巴别塔，后壁真大一部分是约瑟的故事嘛。个当然嘛，一开始上帝创造这世间呢，其实伊背后拢有迄个时代的背景啦。即马你袂使用字面来看，迄集足侪人听诶，差不多前5名，40集，一直拢有人摕出来听。我嘛感觉咱读了袂歹啦。讲实在，因为用即马科学眼光去看，敢若足落伍安尼。但是伊其实用真特殊的方法，真简单的方法介绍一个人真要紧的物件的自由意志。第29集是咱有读迄个教会公布的故事嘛。还有一篇迄个长老教会迄个以前人写的批，用白语写的。是，无数即嘛教会用白语写物件。有啊，就是翻译圣经是真的。翻译圣经就拢用白语写。我最近才咧想要写一篇嘛，甲顶一集咧讲的咱台秘鲁馆。老兰尼说的台语汉字要安怎写？要安怎写？开天辟地辟，开天辟地的辟。伊家己安尼写，咱拢甲袂记，咱拢用华语甲写南大话啊。内底有故事是雅各去见着女王。个一个天定圣人啊，我会记得故事趣味的啦。但是佫有差一个是合约的条款，这是写在教会公报顶头。对，就是咱迄阵台湾挂互日本的迄个条款。迄阵人佫法度选讲伊要去倒位啊。对，尾仔咱迄个权利煞无去。对，这种二次大战战后煞无问台湾人讲恁要对拢无。第26集啦，是咱即马上侪人听的，就是罗马书。其实我录这有当时啊朋友问我讲怎来创啥，我讲来录音。有的人时间嘛无遐济啊，若要介绍听要听第一集啊，我就讲加听罗马书呢。为什么？因为拄啊创世纪是有讲了什么自由意志啥，这我感觉是真迄个根本的问题。但是罗马书只就甲基督教甲其他宗教上无共款的所在。对啦，无书讲啊最清楚的。无书个故事的什么一个阿姨啊，隔壁迄个，我读遐久啊，感觉讲迄个例讲啊足好诶。主要基督教甲其他宗教无共款，可能是恩典甲功德的差别嘛。对啊，一个是你爱做真诶代志去累积功德，基督教毋免。应该讲基督新教毋免啦。罗马书影响足大呢。
对啊，迄整个16世纪都定义一个新的世界啊。就是马丁的宗教改革一样，伊就是拢用罗马书这来做伊的根本的呢。第27节是用拿书，用拿书先知，用拿是一个先知嘛，这节嘛差不多前5名，可能个故事真趣味吧。对，这上帝找用拿去一个无信上帝的国度，毋是讲无信上帝啦，毋是犹太人外邦人的国度吼。伊个提醒一寡代志，尼吼用那听着无爱啊，袂爽啊！外国人甲有啥关系啊？走一味，即中间就经过真个故事，甚至伊晓得大鱼甲吞去出来，真正反悔，去尼微啊，开始讲道尼微人悔改。就是讲，毋是逐个听着上帝声就乖乖去做啦。这个用啦，就是想讲。看再走去比起来无？对，但是中就发生真侪代志安尼。第28节啊，就是在讲迄个翻译圣经这样代志，这嘛就这样听呢。我本来刚这根本大家听到想不了，想过学术的啦哈。对啊，但是想嘛真要紧的，因为这是真实的代志嘛。就讲2-3千年来。这圣经是安怎产生的？对，是安怎影响这世界安尼？为一个语言变一个语言，尾仔嘛，甲拄仔讲迄个宗教改革有关系嘛。是，我家己都了，即嘛只想要去以色列咧。毋是去看迄什么出世亚洲出生的所在啥，是去看伊个死海古卷。因为迄有影是人类上界长的一段迄个智慧的历史安尼。是讲新版的圣经当时要出来啊？照目前阮的暗算是应该年底了，佫变年底，因为阮6月要做最后的总校正了吼，要结束到圣经公会差不多爱半年，要印册爱半年的时间，所以暗算是那把多好12月出来。都赴迄个圣诞的呢，赴圣诞，我你嘛袂歹啦，肯定嘛有伊的意义啦。是讲嘛20年啊吼，对啊，爱紧出来啦，对啊，嘛爱出来啊。29集是迄个咱拢讲寡妇的故事，主要2个故事，一个是《路德记》咧，路德记，那个中华青色，是，中华青色这篇就是连马玉写的。你即嘛，你若听了咱台北迄集的故事了，你搁等于听一集可能较有感觉。第3集咱的主题是快乐，因为就直接讲话快乐、喜乐、幸福啥，咱那个插做伙安尼。现在内底就侪所在拢讲着嘛。这嘛袂少人听有经历过了，较知影讲，圣经有真看重这样代志啦。毋是讲你看安尼奉献啊啥，我一寡律法啥，伊嘛有为你的出发点，你爱去想讲你安怎过一个较幸福的日子安尼。31节这是台湾历史，48甲长老教会啊一寡关系故事啥，这嘛是前5名呢。安尼哦，我迄阵想讲这伤敏感吼。但是我家己嘛听2-3摆吧，有个故事想要真悲惨吧。但是你即摆去听，你会感觉讲，咱就是爱记得这样代志吧。继续往头前行啦。最近看一个少年家写一篇文章，我足有感受啦。伊咧鼓励某一个党，我做台湾的反对党啦，毋通做反对台湾的党啦。哦，我知你意思。这长老教会拢有真要紧的角色嘛。对，定定是牺牲啦，讲实在。对，但是嘛，定定拢带头。第32节，咱咧讲迄个甘威林的笔记。可能这个甘威林是做歹读的，是做歹读的。甘威林，甘甲林拢有迄个合作。咱捌介绍过伊嘛，伊较搞写，所以有留一寡伊迄阵去宣告。朋友这个所在，有为历史开始讲啊，讲到伊宣告过程啊，我感觉听起来有真，感觉是一个外国人对你讲告的感觉。这嘛真趣味。33节甲34节，就是因为拄着歌华节嘛。是。这
背景讲了，咱阁有唱歌。对，嘿，这咱内底有补充一篇是马介英伊个囡仔写的，就是有一个迄个龙山寺的一个迄个以前的主持啦，法师的主持，伊有就是讲放弃佛教来迄个基督教，迄个故事写了就完整诶，伊就讲来讲国外这样代志，伊看意义是啥？但第35节是艺术帖，艺术帖这牧师简单讲一下啊。艺术帖是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中间的故事，就是犹太人互人掠去到别个国家，伫别个国家有一个犹太女子互选做王后，伫要做王后时，听到对伊的这个拥蔽遐，听到讲有人要对犹太人不利，真好打，伫迄关键的时间出来甲王讲有人。出手的对，出手，这艺术帖是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感觉是一个做了真好的代志的人。就是足侪人要杀犹太人的，艺术帖这真关键的时阵，伊本来该徛出来的时阵，你再徛出来了，伊徛出来，有救着真侪人，所以即嘛有一个节或者普尼节、普尔节，就是为遮来的。主要是讲一篇写了那小说的。中发生一寡咱来讲是巧合吧，但是因为伊的别个解说方法，伊本来是完全无出现上帝嘛。对，圣经内面唯一的一关是头到尾拢无得到上帝。对，但是这就看你安怎解说，反正这等于听即集嘛真趣味。36节咱来讲启应文，启应文是伫礼拜时阵一个注释，咱有读一寡启应文。嘛讲伊诶历史，37节传道书，这是有3本智慧诶迄个文学内底嘛，一个是约伯记，咱讲过箴言，咱有当时也讲着，传道书较特别，是因为伊非常悲观，为头到尾拢真悲观诶，但是你听了后，你会感觉有伊应该爱修理诶原因啦。38节咱是讲天使，因为天使新约甲旧约拢定定出现，有一寡用神学的角度去看，安怎看？我以前拢是外口看，因为想到啥物哇，是去看丘比特啊，像爱神啊，像迄较乱去但是圣经内底有伊的地位就对39节是迄个来去小说嘛，3篇小说，故事真好，不定圣诞节时阵可以再听一摆，知影讲迄个3个复数的故事呢。第40节哥林多前书甲后书，保罗伫这个批信顶头，迄个个性拢表明出来了。这两本算讲是较私人的感觉，足真私人性的批信，伊无想到教会安尼用话遐济啦。你这宽免啦，毋通讲遐有诶无去分党分派啦。而且佫有前书甲后书嘛，所以中国过一寡时间，伊可能佫有想一寡代志，真实啊。对啦，尾仔就接到迄个蓝台笔，因两代谈台湾的故事。上尾讲一项代志啊，无输敢捌看过一本册叫做《天路历程》。我知。我细汉时不时听主日的老师咧讲天路历程咧，中一段讲完听，对头讲尾啊啦。天路历程听讲是迄个圣经以外上侪人看的册。对啊，我讲用样就摕来看，因为有人介绍嘛。伊即嘛有一个网络会使看到迄个漫画，漫画可能较轻松。对，做了袂歹看，免钱的，真在去看。主角或者基督徒嘛。伊一开始两个厝边就是一个是固执，一个是善变。而且固执是，刚刚看了圣经就不相信。伊个善变是行偌久伊就转去啊。所以内底出现即个迄个美德啊，甲毋是美德的事安尼。所以甲今日无什么关系啦。要行到天堂的过程啊，你爱有真侪美德啦。迄会使去看卖啦，就是有一个漫画，我甲搭伫咱迄个介绍下骹，你若有用会使看。上尾金句，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14节，恁着警醒，信心徛在，着勇敢，
着坚强；恁所做一切代志，着用挺心去做。我去读一摆哈，哥林多前书16章13、14节，恁着警醒，信心徛在，着勇敢，着坚强。恁所做一切代志，着用挺心去做。